讲到台北市即马为着要防止食酒塞车，是搁再出新招，针对犯3届以上的台北市民，特别公布你放大7倍相片，搭伫厝边头尾，甲管区的派出所。嘛有民间团体是建议，除了公布相片，嘛应该加强验酒、解酒的医疗辅导。 过去啉酒开车的名单只敢若公布伫咧网络顶，为了要做到酒驾零容忍，台北市即马有新部署，对酒毒驾累犯3遍以上，并且涉及伫台北市的人，将会因 A4 大细彩色相片公告伫咧邻里公布栏，也有派出所的公布栏，为了要加强辨识度，相片会放大7倍，希望利用民众见笑的心理，加重吓惊的效果。 1次就可以印出来了，等到3次的话，死多少人呐、但是贴在公布栏也要他有羞耻心呐、没有羞耻心的人的话，你公布10张10次，他也没用。我也不会去看公布栏呐，那我是觉得这个效果应该不会很大。 根据台北市交通裁决所所统计资料显示，112年酒驾立案数目是10333件，113年立案数目是8572件，最近这2年有小可较下降。民间团体建议，除了公布相片以外，也要积极做到医疗转介。 那我们也是做全国首创，那我们会再额外印制彩色 A4 的海报，然后发放给区公所，再跟其他单位来讨论，看看说有没有其他的场合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做这个累犯资讯的巩固。如果他真的会有这样子重复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心理上的成瘾啊，生理上的成瘾性可能有一定的可能性。要比较积极的，可能要去转介看他是不是有酒瘾问题。 裁决所也提醒民众，照即卖法规，只要若是酒驾违规，除了高额的罚款以外，也个会吊扣驾照。警方会当场吊扣牌照2年，也个逮保管车辆，民众千万要注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